进口地毯商场上征战的张典婉，另一面充满人文情怀。费时5年做田野调查，要重现家乡苗栗斗焕坪开庄祖先黄麒英的故事。这个年轻人他竟然就带着一批客家人，就一路徒步，当时也没有什么马车，他们就一路走，从竹南头份，所以这是开垦的名词，一路到三湾到南庄，也花了大半精力刻画大时代下的客家女性，带点缅怀，还有无限绵密的情感。其实我是觉得我是献给我的姑姑，因为我姑姑，她把我带大，然后她就打赤脚，然后就梳个包包头，然后一口的金牙齿。念新闻当记者比不上家人眼中热门行业客运公司卖票小姐来得有出息，但总是喜欢知识冲击，特别在看见小学同学的成就时更为强烈。当我坐在他东莞的工厂里，陪着他一天从头到晚弄完5家工厂，然后坐在他的美丽的工厂的花园里面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感动。那我一再相信，其实不是这个时代给了女性什么机会，是女性去争取来的。是这样的感触不断启发他，身处时代的交界点，不诉诸悲情。张典婉用纯然的旁观为女性发声。不过从这里看来，就是你也始终没有忘情你最钟爱的这个部分。对啊，没错啊，还是继续要写作嘛。还在继续的。平常是做嘛给谁看？我一爱下文章。我说平常是喜欢什么消遣呢？其实最终还是喜欢写文章。张典婉的笔下写客家女性，写时代悲剧，写好多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一路上不断的追寻，她所分享的是真正的故事，其实就在这片土地上。平常是做嘛给谁看？我一爱下文章。平常是做嘛给谁看？我一爱下文章。